湾无伫喙脣皮顶，伫耳孔边。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，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。阿正先的讲台湾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啊！又到了咱千金铺的单元，咱今仔日呢，即要来介绍第3章。介绍呢，当然是迄一寡原话啊，遐生意人有赚到钱呢，因所带因所过的生活啊，有关田园厝体，伊是安尼写的哦。伊讲大厝9包5，三落120门啊，这句呢是名句哦。啊，咱讲哦，恁兜啊大家伙呢，啊，大厝9包5，三落120门，什么意思呢？就讲哦，恁的厝足大间啦，大什么程度？9包5啦，什么叫9包5？就是大家庭、大间厝体，中呢有5栋厝，正新啦。啊，两边呢搁起9间春秋啊，9间厝甲围起来，这叫做大厝，9间包5间就对啦。哦，啊，一个是正新，一个是户龄。啊，三落120门呢，三落厝哦。总共有120个门窗啦，看有大无啦，有济无啦，哦，这指什么呢？指大家庭、大间的厝体哈，好野人啦哈。再过来呢，讲堂间内底呢有堂间兼7层，大客兼花园啊。这堂间当然讲有堂间啦哈，啊有囥堂的所在，啊有囥漆的所在，这拢是日常生活爱用的哦。啊，但是呢，因坐到有个仓库就对啦哈。讲有堂间啊，有7层。啊，这其实反正伊嘛咧做生意用的啦，大客兼花园啊，这内底足济这个骹手啊，所以当然啦，伊爱有正人呢，逐日的生活上一定爱用今仔话来讲啊，叫做便所啊。以前呢，较无这人啊，讲叫做西客，用今仔讲公共便所就对啦。讲正人用的西客啊，搁有啥物呢？搁有后花园啊，就是讲吼，拢有就对啦吼。堂间兼7层，大客兼花园，搁有后花园哦，啊，讲大客兼花园啊，啊，花园内底有哪？有池台、水阁、土楼兼石园啊，有池台，有水上的戏台、楼阁哦，啊有土楼啊，啊，搁有哪兼石园兼排便啊，食咧食哪呢？讲哦，3餐5味4撇1碗汤，3顿料理的呢，迄滋味当有啦。啊，5味什么呢？有咸的啦，有甘的啦，有咸的啦，有酸的啦，有苦味的啦，吼，苦瓜就是苦味嘛，吼。讲3顿料理的滋味啊，当都有啦，吼。啊，4撇1碗汤，逐顿量差不多穿4撇菜，撇吼，就是呢比猪仔较大的，啊比盘较小的叫撇啊。所以咱有一句话讲叫做乞食做鸡啦，讲叫做无半撇，伊就无半撇菜啊。啊有1碗汤，过来呢大肥鸟。手7层，当然啦，冇人读酒7层哈，啊，才读手，伊要顾手嘛哈。什么叫大肥鸟呢？哦，迄大肥就讲好，迄鸟啊吼，哦，迄花色吼真水啦。迄华语来讲叫做带妹啊，啊，迄带贝有人读带妹吼，迄款物件啦吼，像迄海龟迄个物件啦吼。所以过去呢，好真流行迄个目镜吼，讲什么带妹、带贝迄款的物件吼，叫大肥鸟啊。咱才反正讲厝内迄只宝贝鸟吼，哦，拢食饱拢伫遐咧收7层呢，我7层顾好呢。啊，金丝狗，哦，我有金门的哦，发金门的，像我看起来像我狮迄款形体哦，金丝狗啊，那收后门哦，厝内迄金丝狗啊，就顾后边门。好，啊，咱从头拄仔几句个来个复一下哦。要复进前呢，我要甲大家报告就是讲，伊遮吼已经呢，甲以前所压的韵已经无共啊，遮拢压吼，120门兼花园啊，兼石园啊，甲1碗汤收7层啊，收后门，伊是安尼写的，讲大厝9包5，三落120门，汤间兼7层，大客兼花园，池台水阁。土楼兼石园，3餐5味4撇1碗汤，大肥鸟收7层，金丝狗收后门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这集就讲到这，多谢。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，由当洪建教授主讲，当牛收录，多谢收听。